Hello，大家好啊，我係 Hunter，開始今日嘅復盤啊。今日其實港股都升得唔錯啊，成個指數都升到好多因為今日係嗰啲大盤股、藍籌股係升噶嘛，托住呢個市嘛但係升得最好嘅都還是半導體，咁先半導體我哋一直都講啊嘛。咁其實龍騰一號都係12號開始即係加倉嘅，咁今日又升過10幾個 percent 嘛。咁其實呢個仍在交易都一直喺講嘛，Dennis 老師一直講而且好多邏輯都講得好清楚嘛。咁呢種 AI 時代，咁 AI 發展，咁半導體係必須噶嘛。咁半導體當中又係存儲芯片嗰啲係升得更加好嘅，所以資金比較集中喺嗰度無論大盤係升定係跌，係咪先？其實升嘅時候佢升得更多兆業創新升得更多，大盤跌嘅時候佢哋都會升，或者係調整得好少。所以講資金係依家係咁嘅，因為你依家美國嗰邊流動性嘛，其實都係唔係咁好，再加上南下資金即係北水流入都唔係好多嘅情況下，佢都係比較集中喺記憶體啦、儲存晶片嗰度嘛。所以講呢種方向，呢個方向係大家係要重視嘅特別係依家我哋係咪其實我哋龍騰一號呢個係 Daniel 老師係佢係主要係負責呢個龍騰一號係嘛，佢係比較有經驗嘅，技術都幾高嘅。咁其實佢今日有一場直播就唔係喺 YouTube 上播嘅，喺方德嘅 Apps 入邊有播嘅。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因為嗰個係冇連接嘅你可以喺呢個發現會員嗰度往下滑有呢個大咖書信直通，呢個可以揾到呢個直播，你可以睇下個回放都得嘅呢個直播書信大咖書信直達下面有呢個兩個直播Danny 老師同 Dallas 老師都係有嘅，喺嗰度都可以睇回放嘅。佢講啲邏輯講邏輯大家可以俾大家睇下嘅，呢有個片段嘅。因為 Danny 老師呢佢係講普通話噶嘛，所以講佢平時好少出現噶嘛。咁大家可能唔識佢其實佢都係比較有經驗嘅，佢係負責龍騰一號嘅。大家得閒可以去來，我們看一下美光，方德 Apps 睇，給大家看一下美光，係咪先？呢個美光片段美光這個是全球這個 HBM 的一個什麼？美光嘅一個多頭排列的當時看到就 BB 這個 BB 的一個技術形態的是可能會對科技股的一個壓制，所以在開的時候其實倉位是什麼慎重再慎重大家可以看到，最終是走出來了最終是走出來了，緊缺度是嗎？要延續到2027年這個好吧，中芯國際，所以整個你可以看聽下來就是什麼，同埋美股呢個聽下來戴瑞達始終是圍繞這個市場的一個最高景氣度的一個行情好，大家可以去 Apps 入邊睇啦，發現會員往下滑有呢個大咖私信直通嗰度有得睇嘅，大家可以去睇嘅。依家樓市都係比較繼續睇好半導體，繼續睇好儲存芯片嘅睇呢個今日又有呢個事件嘛，講三星、海力士有嗰個承諾投資4800萬億韓元都係對後市對呢個需求，半導體嘅需求、記憶體嘅需求係繼續係睇好嘅，所以要擴產嘛、投資嘛、擴產嘛所以呢方面係睇過都上咗新聞啦。韓國嘅總統李在明同 SK 嘅老闆、三星嘅老闆都係即係拍照上台講話，都係講到呢係因為韓國嘅係好集中喺呢個記憶體方面嘅
就好似之前中國咁個新能源汽車，係咪先？國家一支持，係咪升得嗰次升得好犀利嘅新能源汽車？咁依家呢 AI 發展係唔係呢個記憶體啊、半導體啊，佢都係喺一個風口上，風口上佢會擴大投資嘛，咁對成個產業鏈係推動好大，影響好大嘛。所以講呢個行情可能會繼續延續落去，所以講繼續睇好嘅。不過具體呢就可以即係關注下我對方德老師嗰啲資訊咯，睇過之後行情係點走咯。如果係覺得高嘅話，因為邵氏莊新佢係今日係升咗嘅，但係三星同海力士係調整嘅嘛，因為之前嘅升得比較多嘛，佢兩個係有槓桿嘛，喺港股嗰個7709，佢又有槓桿7747有槓桿嘅嘛，咁佢依家唔可以再升啦嘛，因為有好多限制嘛，有好多限制，所以有好多嗰種被動拋盤嘛，所以調整。咁邵氏創新咧就冇槓桿啦嘛，咁其實依家算係繼續升噶嘛，咁升咗之後呢，應唔應該追高呢？呢個問題好重要嘅。我俾嗰一個比較折中嘅選擇大家，因為我對老師對一直都推介嘅就係關注呢個 ETF 係港股嘅3119亞洲半導體。亞洲半導體呢個趨勢升得幾好啊，係咪先？佢冇槓桿嘅，佢係1:1嘅，所以呢個係風險係冇咁大嘅，而且佢係一籃子股票唔係個股佢係 ETF 所以講佢趨勢追求穩陣啲嘅，可以等佢機會出嚟時可以分批關注咯。係呢個係亞洲半導體3119嘅10大持倉，你睇佢啲持倉係咩？海力士、三星，係咪先？聯發科係台灣地區噶嘛，仲有日本嗰啲索尼嗰啲都係半導體公司噶嘛，佢係持倉10大持倉嘛，所以講佢升，如果係半導體行情繼續升嘅話，佢都有得升嘅，而且係比較穩嘅，調整嘅時候調整得比較細啲嘅，升嘅時候都唔差嘅。呢個亞洲半導體 ETF 老師都推介過嘅，可以關注下咯，睇揾個靚位入咯，揾個靚位慢慢分批關注咯。仲有另外一個3486係新嘅，呢個係新上市嘅，係易方達基金公司嘅推出嘅 ETF。頭先嗰個係另外一間公司，基金公司。呢個易方達都係國內比較著名嘅基金公司。佢係新上市嘅，佢10大持倉係咩呢？10大持倉有海力士，但係冇三星，因為佢係新建倉嘛，三星佢覺得升得多咗嘛。咁海力士係高端嗰個記憶體，所以講佢繼續可能都配置啲嘅。你可以睇過呢個都有聯想仲有呢個522係咪先？港股嗰隻522都有配置嘅，都有配置，所以持倉係相對嚟講集中喺半導體，聽個名都知啦，係咪集中喺半導體，而且係相對比較科學啲嘅，因為基金公司基金經理操作嘛，你放心啲嘛，係咪先？所以講可以留意下先嘅，好，咁再講下嗰個啦，再講下嗰個量化嘛。之前我同大家都講過啦嘛，即係講量化係其實普通人都可以做嘅，因為依家 AI 時代嘛，AI 時代大家都可以學習下先，咁慢慢嚟因為佢係比較客觀啲嘅，對於散戶嚟講，其實都係需要鬥嘅，唔係講量化只有機構可以做，其實散戶都可以做嘅，大家可以學習下先。佢就係用一種程式嘛，將你啲諗法，你對股市長期積累嘅啲經驗嗰啲諗法，其實你可以即係你好模糊嘅，你啲諗法好模糊嘅有時會靠感覺，有時靠經驗，所以講其實唔係一個比較長遠嘅做股票嘅一種方法咯。所以講要學習一啲量化交易，係咪先？你靠感覺，你靠啲資訊，其實
好容易犯錯嘅，因為你明知係咁，其實你明知會係咁，你都會因為情緒上個變化犯錯，所以學習量化係，我覺得係有必要嘅，因為學習呢個量化其實唔係想象中咁難嘅，佢有兩種模式嘛，一種係代碼啊嘛，代碼依家係用到呢個 Python 語言嘛，係比較適合嗰啲有啲經驗嗰啲嘅，有編程語言嗰啲人嘅。但係有一種嘅係唔需要編程嘅，唔需要編程嘅，新手可以用嘅。我俾大家睇下，就好似呢種係咪先？你新建策略喺度新嘅可視化策略就係唔使你輸入代碼嘅。代碼策略就係要你輸入代碼嘅 Python 呢個語言，呢個代碼語言係咁。可視化呢度係我之前有設計過嘅，就好似呢個 MACD 策略係咪先？你用呢個卡片拖落嚟，可以根據你設置啲條件，咁你可以佢幫你自動交易嘅，係咪先？當10分鐘線形成 MACD 嗰時候，形成金叉 MACD 金叉嘅時候，佢幫你買入出現死叉嘅時候，佢幫你賣叉，係咪先？你設置咗呢種策略嘅話，你可以歷史回測噶嘛？歷史回測你睇過呢係我之前回測過呢個 MACD 呢個係咩？建滔1888每1小時即係監控一次有冇到達咗你個條件？如果到咗你個觸發咗個條件嘅話，就會幫你自動交易嘅。佢幫你先回測咗歷史，根據你呢種策略然之後你嗰種股票，佢會幫你測試下，如果之前你用呢種方法，你嘅收益率係幾多？係咪先？最大回撤係幾多？波動率係幾多？夏普比率又係幾多？卡馬比率呢種都有嘅，所以講即係你放心啲咯，你客觀啲咯。呢種就係量化咯，就係量化交易咯。所以講你可以先測試運行佢嘅成績係點，你再決定使唔使，係咪先？呢個大家以後可以再同大家講啦，以後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啦，大家先初步認識下先啦。好嘛？好嘅，咁其實今日就講到呢度咯。下次再講啦，拜拜。